因为你。
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这点咱安静咱的心来准备今仔日的敬拜。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你若伫我内面者，也着学乐伊的圣名。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毋通袂记得伊一切的恩惠。即点咱三甲来吟圣诗，圣诗26首，圣诗26首。那阮感谢上帝，那阮感谢上帝，出声吟诗对心底，做行奇的代志，万民掠伊做欢喜。阮对母胎出世。伊就祝福无离，用伊无数仁爱。今日要地宽待，咱三甲起立来吟。
业，咱三个用使徒圣经来做咱信仰的告别。咱一声来念：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温柔一粒岛任来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屠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那一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王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下面咱三个来启用，今仔要启用的所在记载伫以赛亚书40启用文40篇，启用文40篇，也就是记载伫以赛亚书第6篇。启用文40篇，以赛亚书第6篇，现着咱三个来启用。我有看到主坐伫宝座。离真悬的所在，伫伊的周围有西拉兵天使徛伫树后。现在，万军的统帅上主，伊的阳光充满全地，门槛因为呼应的声震动。迄是我讲，因为我是嘴唇无清气的人。我的目睭有看到王万军的统帅上主，有一个西拉弗天使陪我来我遮。将话捂我的嘴唇讲，你的罪过已经除去。我阁听见主的声讲，我通找啥人？我就讲，我一只，请找我。咱三个压头来祈祷。阮热天的爸上帝，阮谦卑的心来感谢你，感谢你接纳阮诚心爱你的人。伫即个早起，阮坦然无惊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得怜悯，来领受你的恩惠，来做阮随时的帮衬。感谢俄罗主耶稣，毋是阮竞选了你。是你竞选了阮，伫面对全球泛滥的疫情、出去疲劳的天灾人祸、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压力、甲人际关系等等的深渊中，阮借着祈祷来到你遮，放下阮一切的重担、惊吓、甲忧虑，领受你。出来安息，甲套上你的担，经历你为阮分担的祝福，坚信生命拢是你的安排中，阮要感谢你，主啊，求你用圣灵的光来照阮，帮助阮除去一切无利益的事，互阮行事做人亲像光明的儿女，会当结出光明的果子。无论是查验啥物是为主所欢喜的事，也求圣灵叫声我的灵，会伫即个邪恶的世代当中，谨心来做事，会当爱惜光阴，无做糊涂的人，会当明白主你的旨意。伫你圣灵的充满中，
凡事拢奉主你的名，常常来感谢俄罗你。主啊，我也求你帮助阮，会当顺着你的带领出去夜景，求你不断会提醒阮，知影独遵行你的旨意，才会当永远存在。也求你指教阮安怎要算家己的日子，好叫着阮会当得到智慧的心。主啊，愿恳求你保护阮的身体健康，心智健全，精神欢喜快乐，伫阮软弱的路途当中，互阮得到坚强；伫阮困难的当中得到引带；伫阮危险的当中会当得到拯救。也求圣灵赐予阮一个晓悟的心，明白圣经的教导，来听你的提醒，照着你的吩咐，活出阮要行的路，活出基督，无叫天父你来忧伤，会当伫无稳中荣光上帝你。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下面圣歌厅献诗。下面咱三个来看上帝话，记载伫新约以弗所人书第1章第3节到14节，记载伫和合本269页，第为汉语本219页，现代中文译本295页。现着我用白话字来学。
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也是伊的爸，得到阿乐，伊伫基督捌赏赐咱伫天里逐项属于神的福气，就是照伊创造世间的大圣，伫基督敬咱，互咱伫伊的面前诚做圣，无通嫌。依照伊的旨意所欢喜的，用仁爱的大圣定着咱对耶稣基督得到做囝的来归伫伊，互伊恩典的阳光得到阿乐。即个恩典就是伊伫所疼的囝赏赐咱的，念伫伊，咱对伊的血得到赎回，赦免罪过，照伊的恩典的富有，伊将即个恩典用逐样的智慧甲见识赏赐咱到满满，已经互咱知伊旨意的奥妙，照伊的好意。第10节，就是伊伫本身所大成定着的，要伫遮个日期圆满的时，设法互万物，无论伫天里的、伫地里的，拢伫基督来合一。念伫伊，咱也诚做家业，就是大圣受定着的，照迄个趁家己的旨意，行万项有的意思，要互伊的阳光对阮大圣仰望伫基督的人得到阿乐。念伫伊，恁也已经听去真理的道，救恁的福音，竟然信，就点伫伊有受所应允的圣神勘印，伊就是做咱先接业的准当，到上帝所得到的业赎回，互伊的阳光得到阿乐。以上，下面牧师要讲道，今仔日会所传讲的题目是恩典的护士，咱请牧师。来宾兄弟，大家平安。时间过啊真紧，已经到伫6月中。天气嘛渐渐变热。天气变热，咱就想到是暑假要到啊。所以讲咱佫过来几若礼拜，差不多有2个月，咱会友中间，可能有的会友，有的咱的兄弟姊妹，需要出国。也是讲最近嘛，听见讲咱有几若个咱的兄弟，即个厝邻有亲人，也是有亲情，即个是身体无爽快，若无就是有亲族内底，有亲情过往，也需要到外地去，所以咱也为着遮个无办法来到咱中间。遮个兄弟姊妹，咱伫礼拜中，咱也爱纪念因，为因祈祷，互因出入得到平安，互因所做一切代志，拢有上帝带领。伫今仔日圣经信息的分享以前，请咱做伙额头来祈祷，充满恩典、疼痛、佮大权能的主上帝。愿恳求上帝你的圣神带领阮，互阮因为有圣神的引带，愿对记载伫圣经内底你的道理，就亲像你亲自对阮讲话共款。主啊，求主你将你的话刻伫阮的心中，互阮会当因为你的话，愿得到造就，得到利益。恳求上帝你帮助阮，无论讲的也是听的。拢会当因为主你的话，阮的灵命你着更新，阮的信心搁较坚固。愿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互主你亲自来引带。愿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知影福音的意思就是好消息。好消息有侪侪无共款的形态，尤其到伫热天，咱若活伫过去迄款人口制度的兄弟，咱
到伫热天，咱着上到考试的时间佫到啊。所以以前讲考试，考试的考，佫来咧航马的航，因为考试的时阵真热，这就是咱算做咱即辈，讲牧师即辈以上，经过以前的联考、联招的迄个时代，咱即辈台湾人共同的记忆。好消息有别款的形态，但是对咱来讲，咱拢是期待会当听见好消息。所以咧，乐透得奖也是2个月一遍的统一发票，的开奖，咱拢真期待，咱听到的好消息。即马有网络的 APP， 你若得奖，伊家己，你若将你平常时收集遮的迄个发票，统一发票，你将扫一下，即个资料就入去，然后咧，你若2个月2个月一遍的25号，得奖，伊就自动甲你通知你得奖嘛，无就是200块、2000块，也是佫较侪，咱拢望听到好消息。得奖，也是考试考啊真好，即马会考啥物几级分，真正牧师囡仔拢还袂到迄个年代，迄个阶段，所以我嘛听无啥物叫做几级分，考试考好，然后咧，咱若判病得到医治，这也是好消息，也是讲咱对运动有兴趣，运动比赛有兴趣，台湾队佫赢了比赛，咱就真望听见好消息。其实新约就是甲咱传播即个好消息，尤其今仔日咱所读使徒保罗所写互以弗所教会、以弗所书的第1章，也是有好消息要报互咱知，也是有好消息要报互咱知。这就是以弗所城，以弗所城，即马所留落来，即个古迹，以弗所城。大先，咱来看是啥物好消息？咱知影新约希腊原文，这是新约起初所写的语言。希腊文当然甲咱的汉字有真侪的无相款。希腊文甲英文同款，有时态，过去式、现在式、未来式，然后咧，佫有完成式、未完成式。今仔日咱所读以弗所书1章30到14节，其实这是希腊原文内底是一句话，这是保罗所写的赞美，对伫上帝的赞美，也是学到上帝的慈悲疼痛，会当临到正人，对伫上帝的学到。但伫咱来注意的，就是为虾米要提起希腊文？因为这段咱所读以弗所书1章30到14节所用的动词，伫希腊文内底，希腊原文是过去完成式。虾米叫做过去完成式？就是这项代志过去已经发生，并且伊的发生是发生了后就发生啊，毋是持续去进行，是已经发生啊。即个代志发生，伊已经，咱讲毕其功于一役，以前拢已经完成啊。即项代志以前拢成全啊，这叫做过去完成式，表示讲咱今仔日所读以弗所书1章30到14节所讲的代志，拢早就发生啊，并且上帝早就予即项代志来发生，所以恩典上帝早就手术予你甲我，然后咱早就上帝定着，咱透过主耶稣基督成做上帝的囝儿查某囝，这拢是早就已经发生，所以上帝已经手术福气予咱。即个福气已经定着伫遐，然后上帝也已经照着耶稣基督
互咱得到救赎。所以，伫咱还未真正认耶稣做救主、大圣，即个救赎已经收赐互咱啦。上帝旨意的奥妙也早就显明伫咱的面前。当然，有时阵咱有听没有懂，有时阵咱视而不见。然后，一切美好的代志，上帝也已经有定伫咱的中间。这就是保罗所要互咱知影的。当咱今仔日所读的经节，你重新去显，然后你就想，这是过去完成式，是已经发生啊，已经定着啊。你搁来看一遍，我想你就通体会为什么咱今仔日所读的经节是保罗所讲好消息。用过去完成式来讲上帝的恩典，对咱的意义就是，咱已经有这个正做耶稣基督门徒所需要的一切啊，咱已经有啊。可能你无发觉，也是可能你无愿意去想，也是有可能你根本无迄个动力来超找、来运用，但是已经有啊！这保罗要讲的，已经有啊。因为咱有时阵视而不见，有听没有懂，也是讲你根本无愿意去想，也是你根本就无注意这项代志，上帝的恩典。至到咧，有时阵。有的基督徒会误会讲，我阁需要啥物，才会当互家己甲上帝的关系来成长？我阁需要啥物？当然，这毋是讲咱大家拢平淡，用啥物拢莫做莫去管，毋是。即个意思是讲，啥物人是行动者，啥物人是接受的。是讲，你是靠着家己，靠着你的气力，靠着你的家己的财目，靠着你淡薄仔的小聪明来追求，也是这是上帝已经收赐咱谦卑来领受，咱用心来运用，这个差别。有时阵咱会误会，认为讲。必须爱靠家己的努力来去得到更较侪的耐心，靠着家己的努力来找到更较侪的喜乐，也是努力要表现出真人品，也是你想讲我努力就会当有坚强的愿望，啥物拢是想讲家己靠着家己，靠着家己。但是万事靠家己，这对是一半。你万事靠家己，这敢若对一半。当然，俗语内底讲天助自助者，无错。人要救你，你也爱你愿意伸手。但是万一你做过头，变做今仔日我有这一切是家己真劳。也是伫遐讲啊，反正我即个人资质驽钝，所以我搁要安怎努力，我嘛得袂到，所以咧自暴自弃。想讲干那靠家己，万事拢会使，这有小可有问题，甚至真侪时阵是大大的问题。会记起以前细汉的时阵，课本教咱啥物人定胜天。以前即个国文课，人定胜天，我会记有一课，课本内底有一课，国文有一课，叫做人定胜天。咱到伫21世纪，即马敢有学校去教人定胜天这4字？人定胜天，人一定会当赢过大自然，人一定会当赢过上帝。
也是赢过任何因所相信的迄个至权者，无，因为咱知影大自然即摆反扑，对无？气候异常，这是人定胜天吗？气候异常，毋是。即摆风台风台平常时你望有雨水，无风台，然后咧，风台若真正入来，通常迄个灾害拢真大。气候异常，极端气候，对无？然后咧，咱开始发现真侪科技的发展，变做咱人类是食着迄个无好的，亲像讲，即个3C 科技的发展，这是真好，咱资讯爆炸，咱即摆资讯取得非常容易，但是咧，咱发现讲，即摆大家目睭普遍拢较无好，蓝光造成眼睛这个老化加速，所以听讲最近迄个，这个老花眼的年龄，降低，会当讲普遍来讲，咱大家的目睭，拢无像以前遐好啊。普遍来讲，所以即摆咱无搁去教囡仔讲人定胜天，反倒等咱讲爱跟什么大自然永续经营，永续发展。咱即摆讲的是永续发展，尤其对待着大自然。所以，伫信仰内底，咱搁较莫讲想讲靠家己，只有靠家己。若想讲只有靠家己，就会当有搁较侪的耐心，搁较侪的欢喜快乐，有搁较侪的怜悯，搁较侪的望，安尼变做将一切拢放伫家己，望家己，然后咧靠家己来演，讲我真有慈悲怜悯，也是讲用忍受表示讲我真有耐心。无啦，人无遐厚，你想讲你会使，但是往往咧，咱讲身体自然会讲话，你表演你真有耐心，你表演你真快乐，皮笑肉不笑，你表演你真有怜悯慈悲，你用讲的讲我很有盼望，但是咧身体自然会讲话，所以咧真侪身心科的问题就在伫遮。演过头啊，演到后来，身体自然会讲话。所以，树多波罗甲咱讲其实是上帝已经予咱所需要的一切，但是咱爱愿意活出这个属灵的品格，咱爱活出来。上帝已经予咱有这一切的材料，有这一切稳定所需要，但是你爱愿意，你愿意活出来，你愿意活靠上帝，毋是活靠家己。所以以弗所书1章30到14节内底，爱咱学习的，就是稳定的关系的中间，人甲上帝稳定的关系中间，是上帝主动。人是被动来领受，所以上帝伸手，咱是爱因为安尼用行动来回应，咱伸手互伊来牵咱，所以上帝是主动，然后是上帝收束咱，但是你我爱愿意领受，你我爱愿意领受。这就是伫真侪牧师的讲道内底，拢有讲着讲，人来救你，你爱伸手互人来救。所以，当你伫危险、危机的时阵，祈祷上帝来救你，上帝可能会差派真侪伊的使者，无论你身躯边的人，也是即个找咱想象袂到的人来帮助咱。你袂当讲，因为
认为上帝会安尼来救我，袂安尼来救我，所以你无愿意伸手互人来救。这就是上帝是主动，上帝是收束咱的意思。伊主动，咱爱回应伸手互伊来牵，然后上帝收束咱，咱爱愿意来领受。常常煞变做咱想讲靠家己，所以咧上帝伸手，咱想讲靠家己就好，所以无愿意伸手来回应上帝。也是咱想讲靠家己，所以上帝收束咱咧，咱心内讲这毋是我爱的啦，我家己知影我爱啥物，所以咧连上帝收束伊拢无愿意来领受。今仔日保罗甲咱报的，就是恩典的意义。讲到恩典，伫新约内底，常常会甲律法来做比较。律法其实毋是无好，但是敢若有律法无够，因为律法敢若是限制咱，啥物袂当做。那安尼，咱犹原毋是对心中知影要做啥物，咱是因为惊讲会受处罚，所以咱啥物爱做，啥物莫做。但是恩典无共款，所以宗教改革的神学家马丁路德，伊讲一句话真有道理，讲律法是甲咱讲做这，律法叫咱做这，但是人做袂来。因为咱有侥幸心理，有时阵咱会无注意的中间，就袂记即了遮个法律所规定的法条。律法讲做这，但是人做袂来。恩典讲相信这，结果一切就成全。相信这，一切就得到成全，这就是恩典甲律法会无共款。律法叫咱做这莫做这，恩典叫咱你爱相信。但是透过信心，其实一切上帝的旨意就通成全，这就是恩典甲律法的差别。然后保罗甲咱讲，伊用一个名词。就是得到囝儿的名分，得到囝儿的名。保罗甲咱讲，基督徒因为圣囝耶稣，所以咧，互天父上帝来收养，得到囝儿的名分。咱会当成做天父上帝的囝儿查某囝，因为毋是咱本身是高帅富，还是白富美，毋是咱外敖，咱成做上帝的囝儿查某囝，是因为圣囝耶稣。所以咱正认为有圣囝耶稣伫天父的头前为做代表，所以圣父也接纳咱，成做伊的囝儿查某囝。就是讲，咱原本亲像孤儿孤女共款，但是因为有主耶稣基督，咱互上帝收养，变成上帝的囝儿查某囝。我讲到孤儿孤女吼，咱敢会记1969年10月11號到1970年2月28號哦，咱讲即个台湾历史第一个迄个电视连续剧《晶晶》哦，故事就是孤女晶晶，甲伊的老母哦林凤仪林凤仪哦，伫迄个中国1949年迄个为着夺闪共产党所以走来台湾的过程先走去香港，然后来台湾的过程。
然后迄个讲毋是演即个过程，是讲伫迄个过程中间真真煞甲伊的老母煞分开真真后来就互一个好野人来收养诚做即个养女然后因就是即个真真大汉了后就知影伊的身世，所以开始找伊的老母。伊的老母嘛一直咧找伊的查某囝真真。然后听讲每一集都是即个小三心逐个看硬要害，讲哎呀，哪会无爱搁等5分钟，就找会着啊！每一集拢安尼演4个月，迄嘛无简单共款即个故事讲咧，老母找查某囝，查某囝找老母，结果咧，老母听讲查某囝伫倒位，就紧去找，结果5分钟前走查某囝嘛是讲老母伫倒位，就紧去找，然后咧可能过程中间有啥物代志牵着，观众就伫遐硬要害，讲那无要紧诶，到最后一集这顶面是完结篇，甲3人甲3人这就是孤儿孤女对伫台湾诶真，即个台湾文化内底有一个真重要诶一个物件所以牧师1972年出世的啦所以我会记我细汉的时阵，对我的同学也是我家己你知影早期毋是早期啦，1970年代的爸母若囡仔搞怪，拢会骂啥物？你是我捡来的，对无？有的囡仔是互老爸老母骂，就安怎讲我一定是捡来的，所以我要出去离家出走，要去找我的老母。咱敢有听过即款代志？家己敢有经验即款？奇怪这就是即个台湾文化的一部分。迄个年代，即马爸母袂阁安尼骂但是迄个年代，我摇即个真真的即个连续剧受欢迎，是有真深的关系所以即个孤儿孤女要找着一个家己属于家己的家。属于家己归属的家庭的即款愿望，这是真做迄个年代台湾人的真深的一个共同的记忆啦。虽然讲咱本身毋是孤儿孤女，但是咱伫迄款文化的中间所以这有真多要文化分析有真多。有人讲是1949年，才会中国人倒闪共产党的统治，所以走来台湾但过程中间过20冬1969年过20冬少年的到中年囡仔已经大汉啦，开始要找着一个根伫倒位当然真侪人就是将即个根讲我生根伫台湾有的人就是一世人到离开世间，拢伫遐找根当然1990年代开放大陆探亲，所以遮的人较有机会转去因心中所认的迄个故乡，但是也有真侪人就是生根伫台湾这是1969年迄个时阵对台湾人来讲咧，也是咱来找咱的根伫倒位？啥物叫做台湾人的意义？台湾文化是啥物？甚至开始就会想讲台湾未来要安怎行？袂当做野死也的孤儿。所以即个真真即个连续剧，这是一个文化意义真强的。但是即个孤儿孤女的故事，这是1970年代迄个活过迄个时代的人，算做一个真深的一个印象。所以应该咱对伫保罗所讲，咱本来拢亲像孤儿孤女，然后因为主耶稣基督圣囝耶稣伫天父上帝的面前代表咱，所以天父上帝接纳咱，收养咱，成做伊的囝儿查某囝，咱有上帝囝儿查某囝的名分。
保罗即个譬喻，我想咱台湾人，尤其是咱牧师，搁较年长或者会即辈的台湾人，应该拢会当真深来了解。咱想象，咱就亲像失去亲人的孤儿孤女，可能会当四过暂时住伫亲情遐，也是有善有有疼心的人，暂时甲咱，互咱会当滋养。但是总是拢毋是家己的家。但是咧，一旦办即个收养、收养的程序了后，真正正对啥物人家庭的一份子了后，这就是有永远的家，永远的家。咱想，世间人原本因为家己的罪，因为人生中间的罪性，咱甲上帝原本是隔离，就亲像四过流浪的孤儿孤女共款。但是因为主耶稣的十字架，上帝互咱甲伊重新恢复迄个起初上帝创造人的迄款亲密的关系。所以因为圣囝耶稣，咱重新有天父上帝甲咱收养，咱成做上帝属灵家庭的一部分，咱就有即个永远的家。这就是保罗提醒咱上帝的恩典对咱的意义。咱因为主耶稣基督，咱有份成做上帝天父上帝的囝儿查某囝，咱拢平平伫上帝的家的中间，上帝的家的中间。以弗所书1章30到14节，也甲咱讲第三个意义，就是天父照着耶稣，互咱圣神的应允。上帝通过圣神，互所有信靠伊的基督徒，就是你甲我，拢会当事先体验着上帝国度。上帝国生存伫地上的新的天、新的地的中间，这就是圣神互咱的应允，就是咱基督徒透过咱大家组织做伙，透过咱彼此关心、彼此照顾、彼此带导的团契生活，咱已经大声经验着上帝国伫地上。亲像伫天的即个新的天、新的地，所以牧师常常咧讲以往有时阵教会伤过组织化，伤过企业经营，煞变做来教会袂输咧上班共款。这牧师牧会的过程中间，有真侪会友到后来，伊煞常常会怪怪。那会来教会后来煞变做来上班，然后咧，服侍过程中间，当然无错。服侍的过程中间，为着主耶稣基督尽力拍拼，然后无去挂虑，无去在意，才会别人讲啥物，咱讲难免会得到一寡批评。但是咱常常会怪怪咧来教会。然后嘛是出于信仰来服侍主，但是服侍的过程中间，为什么我的兄弟姊妹伫遐甲我嫌无一块好？这真侪会友后来有一款反省，我毋是来教会上班的，为什么做啥物代志拢叫人骂？伊凭啥物骂我？有时阵骂人的是牧师啦，这做牧师人爱真细腻，爱真细腻。你会感觉怪怪，这敢是上帝的家，
上帝的家敢是安尼？我做代志，我嘛是照着忠直甲我讲，我爱安怎做。但是后来咧，拢去有人骂，所以咱爱真正爱反省即项代志，爱反省。我咱爱真避免的，咱莫用公司迄款对待同事，也是公司内底检查你是做主管的，对待员工的态度来彼此推汰。这是真正。因为圣神的应允，保罗非常强调的就是咱互利努力啊，咱的团契的关系，亲像活伫即个上帝的家的中间，兄弟姊妹中间，难免会有大家会小可即个冤家，迄是无要紧小小的口角不要紧，但是若变做亲像公司共款，伫遐要求员工，也是员工伫遐甲主管伫遐互相伫遐斗来斗去，那安尼就无拄好啊！安尼即个教会真有可能就是有问题。所以咱爱避免，因为咱时时爱思考的是，咱兄弟姊妹大家组织做伙。咱是来享受上帝国，伫地上亲像伫天里。咱爱去做的，也是咱的教会，就亲像属灵的家。咱毋是去做一间咱毋是去做一间股份有限公司。咱也毋是伫遮亲像管理员工的办公室共款。彼此来伫遐安尼，我是长老，你是执事，所以我是你的主管。执事看到会友讲，我是执事，你是会友，我是主管。是讲会友对待中职，讲你就是阮的民意代表，所以咧，阮投你一票哦，你爱照我的话讲这毋是正常的。长老教会制度，这毋是用即款用政治来了解教会，政治制度来了解教会。教会也有共款，袂当家己想讲企业化管理，所以咧，主管管员工，然后员工大家组织做伙，成做工会，然后咧来甲劳资来对抗。这拢是教会失去了保罗所讲、所甲咱提醒的。咱是伫遮活出上帝国，伫地上亲像伫天里。咱也去做一个属伫咱大家用上帝的名所建立的属灵的家。圣神也是成做咱的印，这个印就是挂保证的意思，就是代表要临到咱上帝的阳光的保证。所以，伫圣神的中间，咱活伫圣神的中间，就是保证咱这个上帝要临到的阳光。所以，搁讲一遍，属灵的生活，当咱大家组织做伙，咱讲咱是一间属灵的教会，就是咱活出上帝的阳光。咱爱思考的是，当别人来到咱的中间，因讲会当白白来体验到这款上帝的阳光。别人来到咱的中间，敢真正会当体会到这是用上帝的名所起造的属灵的大家庭。圣神，互咱基督徒甲咱的教会，就是这个特别的身份甲使命。圣神是
保证上帝要来的阳光。圣神互咱活出上帝国伫地里，亲像一天里。圣神互咱大家来起造，是上帝的名所建立的属灵的大家庭。即个特别的身份甲使命，就是咱爱成做上帝和解甲祝福的使者。和解甲祝福的使者，就是照上帝所安排，伫日子满足的时阵，互天顶地上一切所有的，拢伫基督内面来合一，来伫基督内面来合一。所以这一切，就是咱爱挖靠圣神的恩赐。这一切，就是咱爱去挖掘。上帝已经授予咱恩典的授予，所以有人安尼讲，讲咱基督徒就亲像继承着一间旧的仓库。咱知影旧的仓库内底常常会挖着真侪宝贝伫内面。这电视即个探索频道，也是历史频道，你若有诶看，有时阵拢有人去标，标着迄个货柜，人无爱诶货柜去标，然后咧拍开，哇，内底有可能有即个真有价值诶机器，也是讲内底有一仓库，即个本来要运去啥物所在的商品，即个商品，有真有可能是价值真悬的，咱看到安尼的情节就真欢喜。其实咱基督徒就亲像安尼，咱继承着一间旧的仓库，即个仓库内底其实是藏真侪宝贝伫内底。咱既然继承啊，咱爱安怎？咱毋是门甲伊锁起来，然后讲，等以后有价值搁较悬的时阵，我搁来看内底有啥物物件。毋是，咱需要做的代志是拍开即个旧的仓库，然后将内底的宝贝甲伊挖出来。这就是上帝已经授予咱恩典的意思。有可能你讲我无啊，圣经即马写的真侪，我老实讲我无啊。但是咱就你我拢亲像继承着一个仓库共款，即个仓库内底本来就藏真侪宝贝。这在伫你讲愿意拍开即个仓库的门，去追求，去找出内底的宝贝。照着耶稣伫2000年以前伫十字架顶面，为着世间人来受苦死，然后搁活，天父已经互咱得到真做伊囝儿查某囝的名分啊！但是咱必须爱通过相信，来得到即个生命改变的动力，并且爱有信心的行动，互咱通真正来享受迄个属于上帝囝儿查某囝的祝福。所以咱拢已经领受着祝福，领受着恩典，就在伫咱讲愿意将这个宝贝来找出来，将这个宝贝的价值透过咱信心的行动，来互这个价值会当来发挥。咱做伙压头来祈祷。恩典疼痛的主上帝，阮实在感谢你，感谢你透过保罗，互阮得到提醒，就是你已经定着恩典的授予伫阮的中间。但是主啊，阮有时阵因为世间的代志，直到阮无注意到，遮你会授予一切的恩典。有时阵，阮想讲靠阮家己就有够，直到阮用真济的心力，但是阮无拄拄通感受到你的恩典的美好。但是主啊，
透过保罗所教的，愿知影你已经透过圣囝耶稣，已经守住这一切美好的恩典伫阮的中间。即个上大的恩典，就是阮通活出主你的囝儿查某囝。阮也是亲像士大人甲囝儿查某囝安尼亲密的关系。主啊，你互阮，互主伊来引带，阮就通面对着世间一切恶担当的事。所以恳求上帝你时时刻刻透过圣神的保证，互阮会当起做阮所属的教会，互阮兄弟姊妹会当活出你的国度伫地里，亲像伫天里同款。也透过阮彼此关心扶持，彼此相照顾。主啊，你互阮会当经验着你的恩典，阮也会当做伙活出你恩典的款式。主啊，恳求上帝你带领阮，上帝你帮助阮。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即接咱三个来吟回应的圣诗，圣诗593首，圣诗593首，拄着去年灾祸，为你真艰苦。伫高年至失望死，人看无路，你所得的恩赐，逐项想来记，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主的恩赐你着算着效，主的恩赐你减算会了，主的恩赐逐项算来记。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咱三个起立来吟。谢下面奉献，咱请秋梅执事甲吉兰执事来出现。
面我来报告，请咱先开周报。来报告事项，第一项，咱7月初1礼拜六，要将迄个文良兄因讲了府上要举行家庭礼拜吼。咱7月初1迄天上午9点半，要伫教会集合出发。要参加兄弟姊妹吼，咱甲迄个秋梅执事来报名，咱要来安排迄个车辆吼。第二，南无教会今仔日要伫今仔日下晡3点，伫迄个水产职业学校吼举行第7任牧师周克修牧师受祝感恩礼拜。第三，泸州教会嘛共款吼，今仔日下晡3点，要伫泸州教会36个礼拜堂举行释教150周年的感恩礼拜。第四，需要探访，也是要愿意开放，主体要举行家庭礼拜的兄弟姊妹吼，牧师也是教会中心来讲吼，咱来安排。第五，咱共款鼓励教会兄弟姊妹出席教会礼拜5下暗的查经祈祷会。目前查考的范围旧约的创世纪。第六，下礼拜6月25主日的礼拜，题目是活的基督。经文里要看《以弗所书》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再来，咱来看倒平聚会活动的部分。注意上午10点，圣乐队练唱上午8点45分。查经的部分，因为即礼拜拜5吼是连续假日吼，咱就顺延一礼拜，搁来后礼拜。查经的范围，创世纪15章第1节到16章16节。搁来看圣讲事奉的部分，今仔日招待是友来兄甲小童姐，插花是张老师，清扫是林长乐。后礼拜讲道，叶牧师，苏的济南执事，苏琴，谢文杰，领唱是于阳兄，苏贤是玉洁执事甲我本人，招待是燕经姐甲苏文杰，插花是梁长乐，清扫是玉鸾姐。再来迄个顶周人数甲奉献统计的部分，奉献统计的部分有出入的。请咱我也是秋梅执事来更正。搁来咱看咱这边下面的部分，本周金句，我用白话汉语本来读一遍，咱大家用咱台语读2遍，华语读1遍。依照伊的旨意所欢喜的，用仁爱大声定着咱对耶稣基督得着做囝来归伫伊。来，咱做来读。依照伊所欢喜的，用仁爱大声定着咱对耶稣基督得着做囝来归伫伊。依照伊的旨意所欢喜的，用仁爱大声定着对耶稣基督得着做囝来归伫伊。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列的，令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着儿子的名分。以弗所书1章5节，咱有缘共款一个，咱互相请安问好。平安，平安。再来，咱来念圣诗395首，圣诗395首来领受祝福切恳。唱散了后，咱请牧师来祝祷。咱三个来念。Thank you.
然咱拢是上帝的囝儿查某囝，咱就爱伸出咱的手，互上帝来牵咱行。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做伙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